Hello，及时好话，我啥事了嘛？侬话及时考虑么子？别的里头不，别个弗朗我哎，我啥天没个别什么，你们个瓜，我啥别个瓜别做，这个你个啥天里别些个你些咯哎，因为这个嘛呀，侬你嘛瓜加啥嘛，侬那瓜个了嘛阿舅呀，我啥天六个，我啥天来几个，不是你这里些个你选啊哎，在这个嘛呀。我有呀，我上那个下边个是，下边是，哎，我上那个啊，哈利波特是，那做比那这边是给你说了，哎，一年明年个，明年的漂亮个是对人家样，哎，corona 把外不都，对着很多，对着现在是那做面的了，哎，就是人家 COVID-19 COVID-19嘛，哎。他那都他妈不多了，做面人家对着喝点了，人家吃项目上点个了，哎，毛怕毛嘛不，那吃么怕那吃么嘛不啊面啊个别，你嘛瓜我喝点个啊，哎，过来你是我他妈带对你生意做，他对着我喝哎，别他妈是我他妈带做那是对着生意做，那瓜对着嘛。我喝嘛，这里做了光啊，哎，我们不多年我是别个瓜别做，这里别是跟你说了哎。因为这个娘哎，我说叫什么就娘，我是带六个呗，才跟你说了哎，特别的多，我推十字瓜娘哎，侬叫什么就娘，我是带六个年了哇，一年能带家光我呗，我啥时候在这里别个他了哎，我说你们瓜对着喝点嘛，我那都不都对着喝嘛。吃什么就娘哎，我说我是带六个是皮拉子哎，我是带我说买来几，我是带买来几个。我是带嘛六个我在娘，做的那边买单我在娘哎，做娘死了嘛做郎哎，卡钱嘛没嘛做郎哎，阿个把个我说我喝嘛来皮郎啊哎，过来你我说咋什么他妈落的那么表，皮的那么表，花的那么表娘，我说咋啥的嘛阿姐娘，我是带六个哎，我是带了几个我在娘哎，我是一直过年过别做带多大个我做带一直个我嘛，得是给你想啊哎。别头里头做吃光阿米阿里别大别的娘，阿是光阿米他在啥哇？阿是光阿米我婆嘛别，爹嘛别，啥嘛嘞，侬爹嘛娘，我是在市里这边，别头过的里别大咯哎，过来年我说娘，阿是光阿米他在啥哎？我说在啥等我别的娘。我说你们那光阿米容易不光阿米死里嘛做哎，过来年我说对着喝嘛，说对着少点嘛，阿就让我说我是带来几个，我是带六个哎，我娘我是带我裤，我是带我裤对来哎，我说那边我说一嘛巴拉嘛。我说一嘛巴拉嘛，他妈带娘哎，我说娘没带别个不的娘，我是带别个哎，我是带我裤嘛，他妈娘我是带我裤嘛，我是带哈利波嘛个咯哎，这些娘。这家里边的娘哎，侬啊个爹妈啊边哎，啥妈妈的侬我是带手的这边这里边哎，这些娘说陪你些嘛说带说女嘛，现在说陪了你些么娘哎，说我是带个的我可别的里三个你想啊哎，这些娘啥么那么啊咪，我是带学个那么啊咪，他们的这哎，我说你我那个哎，家啥嘛就带娘哎，皮脏我是来说带肉哈个我。而且不得别的呢，我说嘛，巴拉嘛，我说带我父嘛不得，我说带我父嘛不得你，我说人家说带一只狼啊，说带花的脏啊，哎，这些人说个爹嘛带面我说里哭了个狼哦，哎，这些人我说带啥么，我说带血个，他们阿面啊隔壁要接嘛个咯，哎，隔壁要接嘛个咯，哎，啥么那么血个那么阿面，他们的这边的三个你想啊，哎。我是别的边木瓜头瓜里边别的娘哎，果子的绝瓜，那果子的绝是这瓜娘哎，那个家瓜出了的多少比见我，那来这的绝瓜阿米出了题目说多连我来阿米那带嘛提啦哎，的瓜娘里边别的娘哎，我说我说那个小边个意思。我说那个我说哈利波特，我说那个我查过医生没得娘哎，说个结果拿出的都是比较啊米嘛，说他嘛比几次，还是不大，我说说他多大个啊，我说说他一张啊，说呢我说那个小别个伊嘛不得你，我说那个电头里嘛不得你，说阿米比例嘛大哎，就是呢说来这的去过阿米嘛，拿出的多少挺么少。
比较阿米做点嘛听了这哎，他妈娘我三那个下边个意思，我三那个哈利波故事那个啊特别忙啊哦哎特别忙啊，我的年做娘哎，我三那个下边个意思偏了这哎，在新疆里边边娘们过头，自杀绝哎，荔枝瓜娘里边边娘哎。我娘说我落过学过讲阿米，我娘阿行阿么的嘛做，阿拉别娘弄我比点咯，弄在我别弄多大嘞，我的你嘛过个咯哎，我头过，就在里边个阿里边边个拉别的娘哎，单位娘，我的单位娘里不拉别的娘，哦，我说我娘说我落过讲阿米。我娘是做的么做喂，我们阿是带我们我做的么做，阿是不得为他娘，我少侬娘我比的来点么不得啊，侬我带大点么不得啊，侬我带多大个么不得啊，为的里边哎，过来你娘哎，我说娘我三那个下边不是。我三那个哈利波故事，让我为他娘哎，说娘我们阿是带我们做么吃，那都那喝哎，那都那喝我娘。coronavirus 王哎，就是人家可比19可比19嘛哎，他妈那都他妈点做么吃哎，我说人家我说那个点特了我为他娘，说个家伙那所以对我说别讲啊咪，我说说点嘛别的去，说点多大个啊，说人家小我那个国家啊咪，我说人家说别提来打点嘛不得你，我说说别提我点嘛不得你，说人家啊是我嘛点咪做么吃哎，我说一张一多大嘞一你妈嘞，说点过个点我一虚着你。得一这个点啊哎，我头骨吃的猪，骨子吃子瓜里边的娘，阿拉边娘一会话娘，侬下边个一个是，莫论一说带娘侬嘞点个一个嘛不多。哎，这个娘骨子个娘边的娘哎，一会话娘话侬下边个一个是你哎，我一会话点我下边个啊不一个我边的娘哎。莫论一说那个阿弥说，应该个点我娘个呀，点个一个嘛不多人哎，我三那个说点个啊，我三那个花牌，我三那个哈利波特，我三那个说下边个样我边的娘哎，我嘛咪弄点马格里子哎，那就那很光啊咪，我们有些子方面做点马格里子哎，阿拉边的娘哎，啥可都啊咪。侬么得一挂么能啦？哎，你那个对光阿咪么偏拉子，这些人侬一块拉做光阿咪，那都他妈侬带嘛多做拉子哎，那都他妈侬带嘛能拉子，还是不得不得娘哎，侬娘我三那个小边个一个嘛不得，我三那个点头里嘛不得你，我三那个哈利波故事一个嘛不得你哎，说那个啊，那边的娘那都那后带阿咪做做么吃哎，我嘛听好了是带阿咪，莫大嘛莫么大嘛。哎，还是等我们人家做么吃哎，还是不得别他娘哎，我人家我说那个下边个一个嘛不得啊咯，我说带我火锅嘛不得，我说那个我说哈利波嘛做嘛不得你，我你人家他妈的花里嘛啊哎，我说你我听个瓜别三个人什么娘哎，那咋下的嘛师傅，那一啥的嘛家啥多。那个连嘛阿金呀，我说带来几个哎，我人家我说那带照顾生呢，那带多大个我，这些人人家我说带嘛来几个，我说带嘛6个我跟人家，那你嘛那块的里面的我跟人家，那可怜我哎，我人家那么可怜那么呀，那家啥嘛阿金呀，我说带来几个生呢哎，一带好6个哎，这的可嘛呀哎，我说那个话说下边个一来哎，我说那个那下边个样我跟人家。我说带那哈利波个样我被他娘，我说那个那查个样我被他娘，莫了一生那个那第个一个我被他娘哎，我嘛阿姐带我们那做么吃哎，说我那个国家我们那做么吃，我嘛那就那和光面那做么吃哎，阿里被他娘，我啥嘞那带多大个了，我啥嘞那带比大个了哎，我啥嘞那带一扎个带了，也许啊你一扎过年嘞，那带一扎个两个，那带多大个两个，不是你。这里三个人想啊，外国人你们去逛啊咪，我这边去逛呗，我听可你去啥？这里边是咱们这个湖南嘛我，外国人你把这说，阿姐们来是quoi？我说4两嘛呗，价钱嘛可能么子，阿姐说的好话，这的话说的是，莫来可对嘞。